知道你一定恨寡人，寡人没有别的办法留下将军。可是寡人知道你……末将不恨大王，大王这样做，自有这样做的理由。我只恨我自己。将军，将军是为了越国啊！末将是为了自己的一世虚名。不是这样，是这样的。我这样做和大王说的为越国没关系。就算是越国亡了，这块土地还在；就算是越国亡了，这块土地上的百姓，不管是哪一国的子民，也依然会世世代代的活下去。所以我恨我自己，是我自己的公民心毁了一份至纯、挚爱的真情。末将辜负了西施姑娘，还把这份辜负涂抹了一层忠君报国的假面。其实，我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：用越国的幸福向世人证明我范蠡是当今最伟大的谋士和将军。这不是错，这不是错。末将不知道这是错不是错，我只知道我的心在流血，在流血啊！西施姐姐，正南刚刚被人带走了。谁带走了他？是魏姬夫人的侍从。如果他要是再和魏姬夫人顶撞，那可就死定了。西施姐姐，去哪儿啊？郑旦，你以为大王宽恕你了吗？是，大王宽恕了我和西施。哼。可是你知道这里当家的是谁吗？是我魏姬。我说让你今天死，你就绝对活不到明天。如果你还想好好活着，就给我做出一副好好活着的样子。如果你不想活，本夫人立刻就会让你下地狱。你的眼神告诉我，你并不相信。来人，在。哎，干嘛？民女西施有事要见魏姬夫人。没有夫人传唤，谁都不得入内。可我有要紧的事情。夫人特别交代过，这个时候不见任何人。我的好姐妹郑旦，就那个江姑娘，你就等着收尸吧。王后，王后，求求王后救救我的姐妹郑旦吧！看来大王还真是没有料错，快起来！那位郑旦姑娘现在怎么样了？她被魏姬夫人的侍从带了去，守门的侍卫说，只等着收尸了。拜见王后。夫人请喝茶。到了，王后姐姐，快看我给魏大王准备了什么。王后姐姐，你看，这一针一线啊，都是我亲自缝制的呢。大王知道秋善把李飞沙藏到什么地方了吗？不会太远，可以让他明天上午之前送到宫里来。范将军有什么打算？末将在想，丢失李飞沙，夫差真的会认定是末将所为吗？恐怕未必。一来，你是统帅三军的马上将军，怎么会让李飞沙掀翻在地上？二来，老马识途，这样的宝马，绝不会一去没有踪影。大王说的有理，那咱们就给夫差找出一个盗马人。谁？哼，那要看谁会有盗马的理由。你说的是他？伍子胥。如今想让我君臣速死的，只有他。
而丢掉李飞沙我和大王绝难逃死罪。这，就是他刀马的因由。大王再想想，如果夫差认定是伍子胥所为，又会如何？夫差原本就难容伍子胥功高自负，只不过他是先王的老臣而已。如果有了这件事，他对伍子胥必须除之而后快。这就是末将设此计的初衷。倘若把伍子胥逼到绝路，说不定他会铤而走险，对我们大开杀戒。末将阅人无数，虽然这个伍子胥功高自负，性情暴躁，可是他自认为自己光明磊落，遵行君子之道，绝不会越过夫差，杀了我们。自然，此计也有险处，毕竟天下事难有万全。对，万一被夫差识破，以夫差的精明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可末将以为，夫差和伍子胥的矛盾日甚，即便识破，他也会利用这个借口，去挫一挫伍子胥如日中天的气焰。我以为你又会去顶撞魏姬，所以匆匆忙忙的赶了来。经过这么多事，我还会那么傻吗？今天在大殿上，我突然明白了，尽管我恨他们，恨夫差，恨魏姬，恨吴国所有人，可是我的生死捏在他们手心里，我不想什么都没做就丢了性命。我只不过说了几句软话，那个傲慢的魏姬就信以为真了。是啊，我们不能再这样硬碰硬的顶下去了。文种大夫说得对，为了报仇，就要战胜魏姬，得到夫差的宠爱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床子枕边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左右夫差的圣旨。西施，凭你的容貌，你一定能够战胜魏姬，成为那样的女人啊！你不愿意，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我这样的深仇大恨？那是因为你还爱着范将军？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心已经死了。一个心死之人，如何去跟别人争宠、真爱？范将军那是不得已啊！不得已的放弃也是放弃。这一次次的放弃，已经让我心如死灰，再也没有办法复生了。郑旦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我求你答应我，不然我绝不起来。答应你什么？我求你帮助我。帮助你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快起来！既然你不愿做，那我去战胜魏姬，得到夫差的宠爱。那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我会要求到魏姬身边去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夫差。你在王后身边，帮我进言啊！这当然行，可是你……我自然有我的打算。可是现在，需要你先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给大王做一件更漂亮的王袍。王袍？我知道你行，只要你尽力，你会比魏姬的手巧上100倍。这绣活需要的是心中那份灵气。我现在这样的心境，你只要想着这是在帮我，那份灵气一定会来的。那我试试吧。西施，你跪下。天公在上，地母在下，我郑旦和西施在此盟誓，为了报仇，为了越国，一定要相互辅助，战胜魏姬，成为这吴王宫里至高无上的女人。你做得到吗？我希望能帮你做到。西施，我已经答应你了，就别再逼我了。这口不应心的事，我实在是做不到。
后，那位西施姑娘回来了，让她来见我。是。拜见王后。今天，你那个正旦妹妹倒是学得乖巧了不少。这样好啊，不然那个魏姬是不会饶过她的。不过，这只是一时一事，恐怕早晚有一天，她还是要吃苦头的。奴婢不懂王后的意思。你应该懂，也必须懂。把头抬起来。难怪大王不肯杀你。你要记住，美貌是女人最要紧的本钱。既然上天给了你，就不要荒废它。在这王宫里，一切人的生死祸福都掌控在大王的手里。好好用你的美貌，去得到大王的宠爱吧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不但不会受到伤害，还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为什么摇头？奴婢不明白，为什么王后要……你是奇怪，我是王后，为什么要你做这些？大王嫔妃成群，天经地义。如果普降甘露，后宫倒也平和。最可怕的是，大王专宠一人，而这个独享专宠的，又是一个没有德行的女人。王后说的是魏姬夫人。这个女人专横跋扈，奇行不善。我希望有个人能杀杀她的气焰，而这个人，也许非你莫属。奴婢从乡下来，根本就不懂这宫里的事情。该怎么做，我会指点。大王的生日就快要到了，你想一想，用什么礼物可以让他欢心啊？正旦说，让我做一件王袍。好极了！如果能够在大王生日的喜宴上把魏姬比下去，我定会重重的赏你。夫人，莲子汤熬好了，来，喝一点吧。想说什么？那个正旦敢对夫人撒野，冬梅不明白夫人怎么那么轻易就饶了他。要是我心里所想的你都能猜到，那我就不是我了。是啊，所以奴婢才求您指点呢。夫人，我为什么叹气，你也是猜不到的。在别人看来，大王的恩宠都在我魏姬一个人身上。可彩云易散，这份恩宠未必是如愿。夫人怎么这么说？是担心王后和那些……那些都是过了井的黄花，不足为虑。我现在担心的是那几个刚刚进宫的贵人。那倒是，尤其是那个西施。有人说什么？说她一来，就是咱们吴王宫里最美的姑娘。其实那都是瞎说，她的样子一点都不高贵，和夫人比都不能比。夫人要是觉得她碍眼的话，除了她便是。迟了。今天西施和那个正旦犯下的罪过足以处死，可是大王还是饶了他们，这就说明在大王心里已经在意这个女人。那启禀夫人，那个正旦姑娘求见。已经饶了她，她又来干什么？你去问问她。这个正旦说了，他要到夫人身边来，请夫人收纳他。夫人打过他，骂过他，他怎么还想来侍奉夫人？说不定有什么居心呢。
夫人，您不能把这样的人留在身边。不管他有什么居心，我让他来，自有让他来的道理。去，叫他进来见我。是。夫人，朕带来了。奴婢拜见夫人。你在王浩那儿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到我这儿来？这有什么直说。王后那儿好是好，可是不如夫人这里好。为什么？王后虽然身份高，可是大王最宠爱的是夫人呀。背靠大树好乘凉，奴婢从越国来到这里无依无靠，就想得到夫人的关照。这倒也像是你说的心里话。放心吧，到我这儿，今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。谢夫人。你那个好姐妹西施呢？她在王后那儿。她的日后有什么打算？奴婢不知道。夫人问的是什么？我看她妖媚得很，该不会打大王什么主意吧？我们虽然情同姐妹，可从没说过这个。日后她要是要胡思乱想，你就告诉我。我可不想看到你这位好姐妹走到绝路上去。谢谢夫人的好意。秋山啊，李飞沙还好吗？回大王，李飞沙没什么异样，末将藏的是万无一失。可是，这接下来，你听范将军安排吧。相国府的地形你熟悉吗？末将探查过。好。相国，门客铁勒在候着你呢。相国，啊，坐。相国，在下依然听说了宫里的事儿。勾践夫妇二人只养着李飞沙1匹马，怎么会说丢就丢了？这里面啊，肯定有违章。你说的不错，老夫奇怪的是，丢马这样的大罪，竟然没人让勾践和范蠡掉了脑袋。我听说，大王不但没有杀了他们，还竟和相国刀剑相向。哼，这样百般袒护，真不知从何说起啊。依我看呀，大王是意在范蠡呀。大王要收复范蠡，人所尽之，说不定啊，这是大王为打动范蠡，自编了一场丢马的把戏啊。看来大王想用范蠡取代我伍子胥，并不是没有可能。所以，相国还是早做打算呀。如今吴国的兵权都在相国手里，吴国的军将都为相国马首是瞻。只要相国登高一呼，这王位……相国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不要说了。当初老夫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是先王阖闾收留了老夫，并帮助伍子胥打进楚国，报了家仇。就此，我答应过先王，要辅佐夫差成为中原霸主。现在，他可不认，我不能无义。总有一天，他会明白我伍子胥对吴国、对他夫差的一片忠心。相国是当断不断，必有大乱呀！你过虑了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除掉勾践和范蠡，不是老夫怕他们，而是要让大王明白，只有依靠老夫，他才能继续称王，他的霸业才有实现的可能。否则，这吴国就要换一位新的大王了。相国是要立公子繇，子袭父位，没什么不同吧？
王后，平日不必多礼。这布料的颜色是不是太过清淡了？魏姬夫人那件可华丽多了。奴婢是想，若是斗比华丽，只会越比越艳，反倒俗了。以清雅辅之以图案，才会显得高贵啊。说得好，这样的美人胚子，再加上这样的心境，真是不得了啊！启禀王后，公子殿下骑了一匹烈马，就是不听劝阻。王后，快去瞧瞧吧。友儿，母后，友儿，你吓坏我了！你们这几个还不快去给公子殿下找一匹老实的马来？哎，不必换。母后，儿要是连一匹烈马都驯不服，日后怎么去执掌国政啊？来，你这脾气啊，越来越像你父王了。感谢老天给了我你这么好的一个儿子。来，我自己来。将军，这匹马不是大王的李飞沙。你跑什么你？小民心里害怕，不知道为什么追赶我。放他走吧，啊！将军，这城里的一片都照顾了，要不要到城外去找啊？啊不，李飞沙不是普通的马，不会任由陌生人骑的，因此偷马人一定还在城里。那，哎，我有个办法。李飞沙还有不同，他只吃黑豆，所以偷马人必须要买黑豆喂养他。城里哪里有卖黑豆的？城里一共有3家，一家在城北，2家在城南。走。你呢？卖走了。哎，店家，今天可有人来买喂马的黑豆？别的卖出不少，只有这黑豆还没人买。你要吗？下来。这样吧，我们分头再去找那2家，只要找到购买黑豆的人，就不愁找不到李飞沙的下落。但要切记，如果发现偷马人，不可以打草惊蛇。你们俩去那边，你们几个跟我走。是。夫人，王后那里来人说，不必了。冬梅，你接着说。说西施也在为大王缝制寿日的华服，王后看了赞不绝口。这不分明在和夫人一决高下吗？甄丹，奴婢在。你陪我去看看。是。哎，您慢走啊！哎，慢走。黑豆。店家，哎，你要点什么呀？这黄豆怎么卖？啊，3文。3文？对，便宜。那黑豆呢？黑豆啊，4文1斤。多好啊！4文，看你还行。我去搞饭去，便宜。这些黄豆可便宜不了。甄丹，叩见韦姬夫人。这就是为大王寿日绣制的，不知大王喜不喜欢？王后呢？在后面。
了相国府啊？也许是追错人了。相国府里说不定也有要吃黑豆的好马。可是这个人分明鬼鬼祟祟。这是相国府，就算他鬼鬼祟祟，也没人敢去查个究竟啊！不查个究竟，怎么找回大王的宝马？哎，你们说的都有道理。事关重大，我们去见太宰大人，听听大人的意思，再做处置吧。你们认准他，就是进了相国府？千真万确，而且在他进入后园之前，还左右打量，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。这件事不但关乎大王珍爱的宝马，也关乎罪臣的性命。无论如何，也请太宰大人拿个主意。你们在这儿候着。是。嚯，太宰大人这里比起王宫，不，就是比起相国府也清简了很多。当然，我不是大王，更不是功高震主的相国。哎，可功高震主者，难得善终。哦。请。坐。罪臣不敢。这世上还有你范将军不敢的事情吗？啊？这里非常隐秘，范将军有什么话，尽可以对本太宰说个明白。罪臣没有什么可告之词，只是刚才那件事情，等待太宰的定夺。我能定夺什么呀？怀疑武相国偷了大王的马，让你们去搜查相国府。此事的确有些荒唐，可话又说回来，当今若是真有人敢偷取大王的宝马，恐怕也只有相国府的人了。这话不错呀。可是本太宰何以认定李飞沙就在相国府？啊？流水有源，事出有因，就是有人想诬陷武相。更要挑拨大王的想法。原来太宰是在暗示罪臣。哎，我可没暗示你什么，是你说武相国偷了大王的马，他富可敌国，我就是让你说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哎呀，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既有所为，必有所应。如果真是武相国所为，恐怕太宰大人只有去问他了。好啊！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派人把你送进相国府，任由伍子胥处置。全凭大人。你，管理。不要在本太宰面前耍把戏，你以为我不敢啊？大人请便。来人！郑旦，夫人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和西施的相比，哪件更好看？都好看。我要听你说实话。夫人的这件用的是金银丝线，华丽无比。而西施的，说，西施的可能在颜色和图样上更胜几分吧。那你以为大王会更喜欢哪一件呢？夫人怎么了？大王虽然是大王，可毕竟是男人，喜新厌旧是少不了的。去，烧了它！这么好的华服，夫人怎么舍得烧了它？放开我！不要！都不会让我快！我不能够让你剑不抵下去！夫人不能！我要解了他！启禀夫人，大王来了。恭迎大王。免了。寡人丢失了李飞沙，心里烦闷得很，在这宫里四处走走。魏姬不是听说那个范蠡满口答应，明天就把李飞沙找回来吗？
不提这烦心事了。卫姬，用什么招待寡人呢？大王真是问着了，头年酿的那几樽梅花酒已经酿好了，正想请大王品尝呢。好，寡人就尝尝。好。冬梅，拿酒来。是。太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明知故问吧。本太宰请你进这间密室，又2次为你关上了房门，这意思你都不明白？人之交在于信，太宰，啊？其实你心里明白，我王对你是求贤若渴，本太宰对你早慕其名。如果你我能够联手辅佐我大王，那何愁我吴国的千秋霸业不成？哎，罪臣说过，在这个时候，我绝不能背叛我王。我没有让你背叛越王，那我要的是你我之间的一个相互许诺。太宰让我许诺什么？用你的谋略帮助我对付伍子胥。那太宰又许诺我什么？本太宰要尽自己的全力保护你们君臣的平安。吴王可知？我说过了，这是你我之间的一个许诺。为什么太宰一定要这样做？吴国能有今天，本太宰是功不可没。先王顾许夫差继位，表面看起来夫差大王对我是更加倚重，但是我知道，这是祸，不是福啊。哎呀，罪臣还是不懂。就是因为大王面前这只虎啊，他已经没有在先王面前那样的风光，也不能一天天挟制大王，于是就把一腔的怨恨都撒在我的身上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本太宰，他能不自保吗？况且什么？做君主的，个个都想成为霸主；做臣子的，岂不想位极人臣啊？嗯。大王，你吃的太少了，你今天一定要在我这里吃好喝好。你看，酒来了，你还不过来给大王斟酒？是夫人。来，大王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回大王，这丫头啊，灵巧得很，要到我这儿来，我便收下了。您这算是化干戈为玉帛了。是奴婢冲撞了夫人，她已经向我认错赔罪了。这就好，这就好，有宽宏知德的女人，寡人喜欢。大王，这梅花酒的香气迷人得很吧？迷人，实在迷人。那大王就多喝几杯。看来大王的心绪好了许多。好。不必着急。罪臣听说伍子胥爱马成癖，每天天亮都要亲自去马厩巡视。只要他去，就一定会发现李飞沙。哎，他要见到李飞沙，抢先献给大王，那我们不是枉费心机了吗？我料定啊，他不会声张。那又为什么呀？只要能够藏住李飞沙，到了时限，他就会要了你范蠡的命。太宰大人说的是。等到他胁迫大王时，我再指证他盗马，那他至少得担个藏匿之罪。哎呀呀，难怪人家说你范蠡是个难得的贤才啊！来来来，再喝一口。
好，请。伍子胥难逃其罪，可是大王未必能杀他。这样一来，他对你可就更加恨之入骨了。哼，有没有这个“更”字，没有分别。他是一心要除掉我。现在要紧的是大王对丢马一事是怎么想的？大王当然明白，这丢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计谋。那么大王认为，用计之人是谁？非此即彼呀，不是你范蠡，就是他伍子胥。哎，这正是罪臣想要的结果。这样一来，他对你可就更加恨之入骨了。有没有这个“更”字，没有分别。他是一心要除掉我。现在要紧的是大王对丢马一事是怎么想的？大王当然明白，这丢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计谋。那么大王认为，用计之人是谁？非此即彼呀，不是你范蠡，就是他伍子胥。哎，这正是罪臣想要的结果。通过这件事，大王心如明镜。只要罪臣和伍子胥相斗，大王就可置伍子胥于股掌之中。那本太宰就可以做壁上观了。您认为这样不好吗？好啊，这样本太宰在大王面前进言，就更加游刃有余喽。风凉，夫人也回去睡吧。我魏姬这是怎么了？守着空床，怕大王不会再来；同床共枕，怕哪一天会失去他。真是这也忧，那也忧了。大王这么宠爱夫人，夫人也许多虑了。总有一天，大王会移情别恋的。真到了那一天，王后不会放过我。没有了大王的庇护，我魏姬也只有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夫人既然这么担心，为什么还把那个正旦留在身边？今天晚上大王他……我看到了，我都看到了。你没有觉得大王来的次数少了吗？也许法院回来太忙碌了。不管什么原因，少了就是少了。我留下正旦，就是为了留下一棵绊住大王的香草。那夫人就不担心？他会吸引大王，可是我魏姬有绝对的胜算。真正的危险不是他，是那个西施。留下正旦，不但可以使大王在这里流连，而且还可以博得大王的好感。奴婢明白了，留下这个正旦，就能知道那个西施的行踪，让他没有机会去红媚大王。王后，袍子做好了，刚刚做好。还在赶工，真是辛苦你了。王后怎么这么晚还没有睡下？宫中夜长，想睡也难呢。
没有问过你今年多大了？17了，也该到了婚嫁的年龄了。我看在越国来的那些人里，你和范蠡倒是天作地合的一对。王后说笑了，在家里还没有寻下婆家，没有寻下婆家，也一定有心爱的男人了吧？睡着了吗？你在想什么？什么都没想，就是睡不着。我在想，西施去侍奉王后了，郑旦自己跑到魏姬夫人那儿。哎，你说他们这是到底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平日里他们是最有骨气的，可现在怎么都投奔到这宫里最有权势的2个女人了？想那么多干什么呀？西施在王后的身边，她会关照我们的。在这里啊，你别指望别人，你只能靠自己才能好好的活下去。快睡吧，快睡吧。大亮了。这时候，伍子胥该起来了。听说他天明即起，走马舞剑，从不间歇。以现在为时，倘若1个时辰之内没有派人来抓我们，那我们就胜券稳操了。只怕是伍子胥难能上当，10之8九，他会棋错一步。为什么？一来他的猜忌心极强。2来，他的报复心极甚，面对一个可以置我们一死的机会，绝不会放过，所以藏匿不报，必是性情使然。启禀相国，马厩里多了一匹马，老奴听说大王的李飞沙丢了，只怕是……你看你，笨手笨脚的。这些时日，天气变化无常，大王一定要当心身体。爱惜自己的珍重，婉儿先去了。恭送大王。相国，有没有查清这李飞沙是怎么进入府内的？几个马夫相互推诿，谁也说不清楚。看来这件事儿必定和勾践、范蠡有关。他们知道有相国在，迟早难逃一死，所以栽赃相国，从而借大王之手把相国除掉。相国，立刻派人把他们抓起来，惩处大王治罪啊！哎，难道相国不认为如此吗？你说的不错，可证据呢？大王原本就袒护他们，没有证据，弄到大王面前，只能让老夫弄巧成拙。相国是想把这李飞沙还给大王？还肯定是要还的，但不是现在。再有2个时辰，就是了范蠡驯马的大限。大王昨天说了，在10限之内要找不回李飞沙，就治了范蠡一死。在下明白了，10限一过，相国即刻进宫。
王者不能言而无信，只要时限一过，老夫定要当着大王的面取下他范蠡的人头。不过，相国，他们给你栽赃，说不定啊，他们会派人前来查询。为保万一，还是暂且把李飞沙移出府去啊。哼，说老夫会偷大王的宝马，谁会相信？再说，有谁胆敢查到老夫的府上？大王，看来伍子胥中招无疑了。大王，从一早到现在，您还滴水未进呢。去吧去吧，我和范将军正在商量要紧的事情。还有几个时辰，就到你驯马的大限了。我们就这样等下去吗？等。时辰一到，伍子胥必来发难。可万一伍子胥不等夫差决断，就抢先下手。范将军，你走，马上走。哎，末将怎么能在这时候离开呢？事有万变，也许伯嚭不能如约，在夫差面前指斥伍子胥，也许伍子胥依然把李飞沙转出了相府之外。也许夫差拗不过伍子胥的专横，那你都会必死无疑。你走，寡人不能眼看着你死在这里。大王，自从末将随大王入吴为奴，就已经存有九死一生之心。为了摆脱伍子胥，生死在此一搏，请大王不要再说了。反正就是死，也死而无怨。下去吧。太宰大人，怎么样？吴相国到现在还没有出门，相府大门和后院的几个角门也没有马匹出入。哦，太宰大人就真的可以确定这李飞沙就在他的马厩里？确凿无疑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你说这个自诩清高的武相国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？一起分派，在伍子胥入宫以后，立即把相国府围攻起来，同时再派人潜入相府，毒死李飞沙。这李飞沙可是先王留给大王的宝马，这毒死李飞沙，可就把伍子胥逼到了绝处。你说万一他和大王翻脸啊？放心，伍子胥虽然霸道，但是很顾及脸面。他可是大王托孤的重臣，暂时还没有和大王翻脸的胆量。啊，户谷明白了，这毒死李飞沙，其实是要给大王一个和他算账的机会。太宰真乃神人也啊！你在想什么？我在学，看夫人怎么画眉。知道这画眉的奥妙吗？面孔是一身之主，眉毛很要紧的，眉短的可以画长，眉粗的可以剪细，好不好看尽在一个“曲”字。人说眉若远山，眉如新月，都是讲的这个“曲”字。夫人画的可真好看。坐下。夫人，叫你坐下就坐下。夫人，别动。你和我还挺像的。我说的不是容貌，是性情。性情？男人有鸿鹄之志，女人有心中所求。你和我都是那种为了这心中所求不惜一切的人。我说的不对。夫人说的是。你不必告诉我。我知道你这心中所求是什么。夫人，我什么都会帮你的。可是你也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听话的女人。
我这就让你去办一件事，你能做到吗？请夫人吩咐吧。在大王的寿宴上，我不想看到西施为大王做的那件王袍。夫人是让我……你知道该怎么做。不，这件事我做不到。我和她情同姐妹，我不能做这样的事。你要想清楚了，要实现你心中所求，帮助你的人是我，阻拦你的是他。那我宁愿不再祈求什么。你的话我记下了。看看我为你修好的妆容，别辜负了这张长得不错的脸蛋儿。正丹姐姐，秋蝉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找你啊。找我？我也想到维基夫人这儿来。为什么？那姐姐为什么到这儿来呀？我在问你。在乡下打狗还要看主人呢，在这吴王宫里，要数权势最大、最得宠的就是卫姬夫人。要想不被欺负，就只有到这儿来。姐姐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你帮帮我，求求你了。帮我肯定是会帮，可是做奴婢的人微言轻，卫姬夫人她答不答应，我可不知道啊。没关系的，只要你肯帮我，那一定行。秋蝉，秋蝉，有人在叫我，那我先去了。快去吧。你一定帮帮我。西施，今年的花开得格外好。你看这株花，这是当年我生日的时候大王送我的，真是没想到，它如今都长得这么高了。你看那边的牡丹。王后，大王来了。好。臣妾参见大王。寡人远远就看到你们了，这大好春光是该出来走走。大王，西施姑娘是越国来的美人，大王看看，这花美还是人美啊？王后怎么拿花儿和她相比呢？她把花儿比得没有颜色。大王说得对，西施，还不快谢谢大王的夸奖？谢大王夸奖。大王，那臣妾去给你备壶凉茶。为什么这么看着寡人？奴婢不明白。不明白什么？奴婢还是不说了。寡人要你说。奴婢不明白，为什么奴婢看到的人，不是爱大王爱的痴迷，就是恨大王恨得入骨。你呢？是痴迷，还是入骨？我不知道。奴婢以为该恨大王的。为什么你以为该恨寡人？就因为你是越国人？是大王灭了越国。是勾践和范蠡这么说的吧？为什么不回答寡人？不用他们说，这是我自己看到的。越国只是战败，寡人并没有灭掉越国。勾践的相国文种，不是在替他操持国事吗？况且，也许有一天，只要寡人愿意，我甚至可以将勾践和范蠡放回去。大王真的会放他们回去？你希望寡人放他们回去吗？如果我希望，大王就会放他们回去吗？也许，但不是现在。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愿意当寡人的妃子吗？敢向寡人摇头的女人，你还是第一个。那如果奴婢愿意，大王会放他们回去吗？我不喜欢你用这种事和寡人做交易。
好吧，我不勉强你。不过你要记住，要不了多久，你会自己跑向寡人，向寡人点头的。大王，天热，喝杯凉茶吧。大王，西施姑娘昨天一夜未眠，特地为大王绣制了一件华丽的王袍，大王一定会喜欢的。是吗？你倒是寡人心里的一个谜了。请你去求魏姬夫人，你干嘛把我约到这儿来了？别问这么多了，来，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的想侍奉魏姬夫人啊？嗯。那你就要先去做件事，帮魏姬夫人做件事。行。西施和魏姬夫人都为大王做了件王袍，西施做得更好看，所以魏姬夫人她不高兴了。不高兴？难道是让我？不管你怎么做，只要这件事办成了，我马上就带你去见魏姬夫人。她不但会用你，说不定还会赏赐你呢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小心，要是被发现的话，要是被发现，我不会告诉他们是你让我去做的。那就去吧，现在正是个机会。他们都在花园里呢。这件事儿是韦姬夫人让你去办的，你和西施是好姐妹，所以不忍心去下手。郑旦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你别生气，我只是想弄清楚了，等将来见了魏姬夫人，也好知道该怎么做呀。快点，王后还等着呢。秋蝉，秋蝉，你也到这儿来了啊！我来办点事。这是王后想的小点心，我知道你喜欢，特意给你留的。谢谢。西施在哪儿啊？快去喊她来！有人在喊你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。皇后，这来人，把大门关起来。是。你看这颜料还是湿的，分明是刚刚做下的事情。这个歹人一定还在这里，
给我查，查出来，乱棍打死他！王后，做出这件事的，一定不会是这里的姐妹啊！刚才有什么圣人出入过吗？不会有别人。等我拿到证据，看他怎么说。我刚刚在大王面前夸下口，重做又来不及了，又让那个妖媚占了风头。王后，大王有谕，召西施姑娘去陪伴王驾。去吧。就是不让进府搜寻，那我们……他挡不住的只有一个人。你是说让大王亲自去相府？能够说服大王去相府的，也只有一个人。大王，老臣看见范蠡跪在宫外，他驯马的期限到了。寡人正要问他呢，带他进来见寡人。带范蠡进殿。大王，罪臣范蠡竭尽所能，还是没有找到李飞沙。这么说，你甘愿一死了？臣罪该一死。大王，这范蠡是老臣在罪里之战中的仇敌，就让老臣们接过了他。相国说的是啊，但是李飞沙是先王留下的宝马，而范蠡又是罪里之战越国的主将，所以臣以为要把他押到先王的墓前斩首。好主意。备车辇，随寡人一起出宫。是。大王，西施姑娘已经在候着了。范大人，你没有找到李飞沙吗？他就要被大王处死了，请姑娘退后。将军，将军，进去。将军，将军，大王，奴婢求大王就饶了范蠡将军一命吧。如果大王答应，奴婢甘愿替他去死。你愿意替他去死？是他把奴婢送到大王身边的，求求大王就饶了他一命吧。起来吧，随寡人到先王的墓地再说。前面已到相国府了，听说相国花重金买了几匹极品的好马，既然路过这儿，不妨先进去看看。不知相国想请寡人进去看看吗？
相国，相国，不好了！叫什么？大王在这儿了。相国，救了6匹马，不知是个什么东西，刚刚口吐白沫，像是已经死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大王，我不知道那匹马是不是死于瘟病，我看大王就不必进去了吧。这好端端的一匹马，怎么会？瘟病，寡人爱马成癖，还不知有什么瘟病会？大王，吴相府，大王的宝马怎么会在你的府上？什么？寡人的李飞沙？哼，大王的宝马怎么会在我的府上？如果在，那就是有人设下了毒计，要陷害老夫。你说的是谁呀？说的是谁？你伯嫔心知肚明。定。大王请武相国和太宰大人进来讲话。这马不是寡人的李飞沙。大王看看，这马臀上可有大王做下的印记？陷害老臣，请大王一定要查个清楚。大王，这件事是要查清楚。相国的这个把戏亦得诬陷为主。这里是相国府，除了他，没有别的人能够把这假印记印在马臀上的。范将军，你听到了？相国府里死了一匹作假的李飞沙，这也可谓是一喜和一忧。喜的是寡人的宝马还活着，忧的是寡人约定的时辰一过，寡人也只能取下你相守的人头。老夫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可老夫可以肯定，有人走在了你的前头。随相国怎么说，我比还要看接下来的好戏。姑娘好像不再为范将军着急。奴婢相信大王不会杀他。为什么？奴婢从大王的眼睛里没有看到杀气。那你告诉寡人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大王的眼睛在笑，这是一种很得意的笑。这样子笑的人是不会杀人的。大王最钟爱的宝马，不能就这么无影无踪。如果再给他范蠡宽限旨，实在找不到，轮着他也不迟嘛。相国利剑出鞘，很认为他能活下来。相国不是大王，奴婢相信，今天大王不会处死范将军。这可未必。的确，寡人是一国之君，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死。一句话也可以让一个该死的人活下去。不过今天寡人要把这个人情送给你，只要你求我，我可以让他不死。西施姑娘，不必为末将求情。
末将是越国的将军，宁可一死，也不能让一个女子为自己祈求活命。吴相国，倘若在战场上你我还有一搏，如今范蠡已成阶下之囚，相国还是拿出当年将楚平王鞭尸300的虎威来取下我的人头吧！将军，将军！他如此不知好歹，你还执意救他？不管他怎么样，我还是求大王放过他。好吧，寡人答应你，今日饶他不死。大王，大王，这可是在先王墓前呐，这范蠡绝不可赦呀！相国说的也有道理。就让父王做个决断。拿香烛来。父王，儿发愿已成，今日只是暂且留下他君臣的性命，是杀是留，全凭父王决断。父王，你听见了吗？足可见大王之圣。大王爷！西施，我们都在惦记范将军呢。不必了。他已经没事了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秋蝉，为什么要毁掉我做的王袍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什么？你做的王袍被毁了？秋蝉，我真没想到你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。西施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李飞沙不是送进相府了吗？怎么？难道这夫差竟能志高一筹？末将轻狂自信，总以为才高八斗。那夫差绝不是大王所想的无能之辈，可他毕竟没有杀掉我们。况且，经过这件事，伯嚭已然和我们联手，将军不必言败。是啊，我听宫内的一个侍从说了，将军在河里墓前不畏一死，连伍子胥都无可奈何。我和大王不知道该如何感激将军呢。感激？不用感激。末将不是不畏死，是末将实在该死。我堂堂70男儿，还不如一个女子。其实她虽然弱不禁风，但是在生死面前，心口如一，敢说敢做，将生死置之度外。而我呢？我却只能口不应心。眼看着他侍奉夫差，我却无能为力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个大丈夫，还是个真小人，是仁者无畏，还是苟且偷生啊！我还算个男人，我不敢面对良心。
我无颜面对苍天呐！我该死！我该死！我该死！将军，你不能这样。范将军，覆水难收，大丈夫拿得起，放得下。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将军太痛苦，看着真让人心疼。这一关他早早晚晚要过的，躲不掉。哎，亚玉，你去把裘善拿来的那坛酒取来，我和范将军喝上几杯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呀！现在西施已经知道了，他会向王后告状的。你要想办法救救我！你要我说你什么？就是你太笨了，这么点事儿你都做不好，我救不了你，也不会去救你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反正事情是你让我干的。如果王后问起来，我就把一切全都告诉她。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魏姬夫人刚说要收留你，你就要跟我翻脸吗？